收听10月30号的迦南之声，我是世谦牧师平安。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分享路加福音23章，门徒跟随之道，晓得耶稣是谁。今天要来 RPG 祷告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的23章43节，耶稣对他说，我告诉你，今天你要跟我一起在乐园里。如果我们不晓得耶稣是谁，如果我们真的就把耶稣当作是一个人一个朋友，那我们肯定会觉得这段话在讲笑话，是六福村还是这个剑湖山，是哪个乐园呢？但若我们晓得耶稣是谁，我们很清楚知道，其实这乐园是从74译本所翻译的，它原来指的是伊甸园。一个囚犯钉在十字架上，因着在那最后人生的最后一刻向耶稣承认耶稣是主，他悔改转向耶稣，降服在他权柄当中。两个人都钉在十字架上哦，然而却因此得到了这乐园的门票，能够回到起初上帝创造人的心意当中。在现在有很多对这段经文的解释，然而今天的经文却也在一直不断的透过人跟人之间的对话行动，让我们不断要去思考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到底是谁。今天的经文一开始，成群的人都起来把耶稣押到比拉多面前。我们都知道犹大与这些法利赛人文士他们一起出卖了耶稣，然后要把耶稣抓起来。可是在这个时候，到底耶稣犯了什么罪需要被抓起来？他犯了什么罪需要被钉十字架？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好像在一阵混乱当中，那莫须有的罪名就安上了。他们把耶稣押到比拉多面前。当时比拉多是这个犹太行省的巡抚，他平常的时候，那时候犹太行省的这个省会其实不是在耶路撒冷，而是在该撒利亚，是在另外一个地方。然而因为犹太人他们过这个逾越节，他们会一起很多的人从各地要来这里过节，所以当时在这个小小的耶路撒冷城里面，会突然多4到5倍的人口，所以巡抚当然就要来这里作证哦。何况犹太人他们过去也有这个反叛或者是这个起义的记录，所以他们就把耶稣押到他面前，就要告他说，我们发现这个人煽动我们的同胞，反对我们向皇上纳税，又自称是基督是王。其实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知道昨天的经文耶稣完全没有这样讲可是他们却是这样诠释耶稣。然后比拉多在那个时候，这是一个很讽刺的问法，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你觉得他在问是还是不是？他看耶稣没有要反叛的样子更不要说他好像已经去组织了一群人，然后要他们去受武装的装备，然后要来推翻罗马帝国，完全没有这样的装备。然而耶稣所在做的装备是什么？是生命的装备，是上帝主权实现在地上的装备。门徒已经跟了这一段时间，其实大家都看得一清二楚。然而耶稣在这里的回应也很妙，他回说，这是你说的。比拉多向祭司长和群众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状可是他们就在那里强调说，他借着传教在犹太全境煽动民众，从加利利开始，现在到这里来了。加利利跟耶路撒冷在不一样的地方。比拉多听见加利利，那这个人应该是从这个西律的辖区来的这里讲的西律是这个西律安提帕，这个西律不是他的父亲大西律。那时候的西律安提帕也在耶路撒冷。当西律知道哇有耶稣耶稣，我听过他做的事情，就非常高兴，
因为他曾经听过耶稣的事迹，而且他知道施洗约翰。但是他知道施洗约翰的时候，施洗约翰后来就死了嘛，他就想说，哇，那耶稣非常有可能是这个施洗约翰在世哦，因为他好像也做很奇妙的事，甚至比施洗约翰还要特别，还要有能力，听到好多他的事迹，所以他就把耶稣比拉多想要把耶稣送到西律安提帕这里，就他只是想要看如同魔术师的耶稣出现在他面前变魔术，变个神迹出来给我看，好像听起来很厉害耶。可是就在那当中，耶稣一句话都没有回应，因为他也问耶稣，然后要耶稣显个神迹，他不回应。然后就在这当中，祭司长跟经学教师又开始大力控告他，结果希律他也查不出什么罪状啊，所以就让这些士兵戏弄他、侮辱他，送他一个王的长袍，故意的，然后就把他送回比拉多那里去。而接下来比拉多又来了，然后把耶稣送到我这里来，他就召集祭司长、民间领袖和民众，就对他说：你们把这个押到我这里来没有用啊，因为他就是没有犯罪嘛，我找不出他什么罪状来啊，所以我能做的就是叫人鞭打他，然后把他释放。可是就在那个时刻，其实这个节期逾越节，特别在耶路撒冷城整个犹太行省都会在那个时候会有一个特赦的行为，会有一个特赦行动，他们会趁这个节期，为的是要安抚这些犹太人的心，另外一个就是也是讨好他们，然后他们就会释放特赦这样的一个行动会出现。群众就在那里齐声的喊叫，应该是要放掉这个没有什么罪状，根本没有做错什么事的耶稣。然而这里群众知道这件事之后，却是说杀掉他，释放巴拉巴给我们。巴拉巴他曾经在这个城里作乱，甚至杀过人，所以他被关在监狱里面。比拉多他想要释放耶稣，却因着人群一直在叫喊，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第3次就对他们说，他究竟犯什么罪？我真的查不出他有什么该死的罪状啊，我要叫人鞭打他，就把他释放。结果群众继续大声喊叫，坚持要把耶稣钉十字架。在这里还有一个背景小故事说，当时的犹太人还威胁这个比拉多说，如果你不把他钉十字架，我们就要告你，告到这个罗马帝国去，然后告你说你纵容耶稣这一党的人在这里兴风作浪，想要自己起来当王。但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知道耶稣是谁，我们都知道耶稣在讲的王不只是这个地上国度的王，而是在讲天国国度的王，他其实是在这当中掌权做王才是。然而人不明白，甚至他们不愿意承认，他们不愿意相信，所以最后他们释放了那个巴拉巴，但是他们却把耶稣钉十字架。而就在这样的情况当中，我们一路都在看见，晓不晓得耶稣是谁，真的对于跟随的门徒，对于这些未信者，但是他们很希望经历到生命的盼望，晓得耶稣是谁真的很关键，也是门徒之所以能够在这患难的过程当中持续跟随的动力跟原因。因为我们晓得耶稣他要带下的国度，不只是这个地上更新的国度，更是天国的国度要降临在地上。所以在今天的经文在后面讲到，他们同时在耶稣要钉十字架的时候带了2个囚犯，要跟耶稣一起处死。他们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同时又钉了2个囚犯，一个在他的右边，一个在他的左边。然后这时候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耶稣，他说什么？他晓得自己的身份。然而很多时候我们不晓得我们在面对的耶稣是谁。他在路加福音23章34节，耶稣说，父亲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晓得自己在做什么。弟兄姐妹，我们真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我们真的知道自己活在哪一个国度吗？
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在跟随的这位耶稣是谁吗？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或许对我们过去做的一些事情，真的会觉得很后悔。然而，对现在的我们来说，仍有盼望，因为耶稣来就是要为你我的罪付上代价的。他来不是要我们活在罪恶当中，而是要指出一条永生的路，如同他今天对在这其中的一个跟他钉十字架的囚犯说的。一位是讥笑他，跟着下面的士兵说，就是如果你真的是这个上帝的儿子，你应该是可以救你自己的。然而另外一位却是在这个时刻醒悟过来，他对那个笑耶稣说，你不是基督吗？救救你自己也救救我们吧的，说你同样受刑，你就不怕上帝吗？我们受刑是活该，我们是罪有应得，但是这人并没有做过一件坏事。他晓得耶稣是谁，他晓得耶稣是为我们付上代价钉十字架的那一位，所以他就转向耶稣，回转，不仅是一个身体的转向，不仅是一个心态的转向，更是一个生命的转向。他说，耶稣啊，你做王临到的时候，求你记得我。耶稣知道这个囚犯今天不一样了，所以他对这囚犯说，我告诉你，今天你要和我在乐园里了。弟兄姐妹，我们跟随耶稣会跟到一个程度，是我们会看见人性的软弱，我们会看见疑似黑暗掌权，然而这一切仍然在上帝的掌管当中。重要的是，我们在这当中，我们跟耶稣建立什么样的关系？我们也可以试试看做一件事情，我们找一个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跟他介绍耶稣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知道我跟耶稣建立什么样的关系。甚至我们可以向那个我们分享的人告诉他，他可以跟耶稣建立什么样的关系，这对他来说有什么样的祝福，耶稣对他来说有什么样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真的不会是天色常蓝一帆风顺，然而因着我们晓得耶稣是谁，我们就越跟越清楚，即使前面风暴黑暗风浪不断，我们都知道我们该如何走下去，因为我们晓得耶稣是那位弥赛亚，是那位带来生命死里复活的君王。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感谢你，谢谢你对我们说话，谢谢你在你的话语里面让我们看见我们不受限于眼前的光景，而是主你要带领我们走向一处更美好的风景。即使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不明白，我们需要被赦免，我们需要赦免人。主，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在我们还有一口气，就像这囚犯他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然而他还有一口气，他就有机会转向你。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与你建立那真实、敞开、完全没有保留的关系，使我们的生命能够见证你的名。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很高兴跟你分享迦南之声，我是世谦牧师，我们明天见。